过来乡亲啊，有一寡代志哦，真正唔免来勉强哦。来看台北有一个民众为着要克服着伊惊悬的镜头，所以决定要到台东的路野去耍这种飞行线。结果伊一飞起嚟到半空中，是会爱甲袂爱。 这个叫声有够凄惨，目睭拢刻刻，无道伊欣赏到高空美丽景色，想要克服畏关症恐惊是失败啊！但我人生嘛算是来到新的关度。你要玩得跟风笛所一样。飞行线是真侪好大民众想要试的极限运动，伫教练的陪伴下飞上天顶，就是看到真侪真水的景色。要不要飞进前爱三思。 不要！我们安全着陆。爱规条路，恐怖体验，回讲后盖唔敢搁算啊！我全身都软了，谢谢教练，教练你辛苦了啊 ！I love you， 教练。他只是怕高而已，但是他还是勇于挑战，所以我就慢慢的飞行，稳定的飞行。 提醒乡亲要耍飞行线进前，要先评估本身的身体状况。你若有心脏病，也是有羊癫症等等的情形，也是讲最近脚有受伤，也是有开刀，就先莫去试清查嘛，以轻松为主，会使穿运动鞋、运动衫。飞上天顶进前，先做好准备，才袂讲签完生死状了，才发现讲大事不妙。看下面这个太可怕。